11区政府日前决定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处理产生的上百万吨，天天那些没用的东西。谁说没有用？只有你充分了解它，它才会在关键时刻救你。主枪。喂，你看一下电视啊。不买。主枪讲究就是手稳、心静、脑清醒。脑。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原因。你看一下直播里那栋楼。我更买不起啊！我刚说到那个主。看到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帕卡的弟弟。帕卡。这一栋是烂尾楼，下一栋可就不好说了。那下栋呢？别废话，30分钟之内来天台见我，不然，砰！哪个天台啊？电话打过了平安，我按过了我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Detectives。阿祖，投降吧！外面全是……闭嘴啊！你们抓了我哥，我要你们给他偿命！收手吧。你哥都已经进去了，你没必要再重蹈覆辙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炸掉那栋大楼啊？等等，阿祖，这些恩怨应该结束了。你有什么你冲我来嘛？对啊，有什么事你就冲他来嘛。你们赌命啊？赌命敢不敢？怎么赌？组枪会不会？组枪！那说好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别炸了啊！你不可能赢的。这么嚣张啊！那我让你3秒。好啊。开始。3、2、1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到你玩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这个人不贪玩的。他不会的，你绑他下来，我跟你再玩一把。喂，不玩是吧？哎，好，我玩，我也玩了。是不是什么枪都可以啊？随便你。帮我拆下喽。我赢了，你就放了他。那就看他在你心里有多重了。
还挺重的吧？少废话，要不要我让你3秒？不用了，这就开始找台阶下了。开始。差不多了。您真的看到了吗？我真的看到了。那您说说他的样子。他这个人吧，方下巴，尖头顶，大耳朵，厚嘴唇，目露凶光啊，面色铁青。哎，对，还表情僵硬。哦，不像。你真的有看清楚吗？我真的看清，哎，就是他。电话打过了平安，我按过了我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喂娃娃有 drama Detectives。我再问你一遍，12号晚上9点，你到底在哪？真的在家？这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，回去说了很多遍了。刘总，再说一次。没见过。他真的好有种，他真的好勇敢。长官，都已经3分钟了，放我走吧。他时间不多了，看这块签不知道会不会根本就不是他？一定是他！我觉得你意思就是乱了，是吗？我想上厕所。把武器放我们看得见的地方。
长官啊，4分钟了，没有证据就放了我吧。没有证据，我们不可能抓你。现场监控已经拍到你的作案过程，看到没？证据确凿，还不认罪？过分了，油画监控怎么会有人信啊？走。我画的挺好的啊，至少比你这个画的好吧？是，至少我这像个人啊！是，哎，不是，真的啊。我们已经蹲守3天3夜没睡觉了，你不累不困的吗？你没喝东坡特饮吗？哇，真的好精神啊！这次一定要逮到他。这40年我都没有闭过眼，他一定还在里面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累了困了，喝东鹏特饮。收到。厉不厉害？随处抓拍。连道具都是自制。上去。美军，敌机下段，拿住。打破了平淡，我爱过了我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喂娃娃 drama detectives。小魏，小魏，小魏，
把新买的沐浴露给我拿一下。胖子，小魏，喂，你在哪？我在家。放屁！你刚才是不是回来了？来哪？我今天不回侦探所啊。哇，还装神弄鬼是吧？哦，最近我总感觉咱们侦探所不太干净，我估计跟楼下那家私人有关。我约了个风水大师给他们看看，明早8点去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你今晚小心点啊。我才不信这些呢。一定是梦，一定是梦。大师，这位啊，就是这。果然有啊！有什么？别问，问多了我怕你站不住。好，不是说你们两个。哦，那这房间里还有谁啊？一个洋妖。羊妖。说你了，跪下！他不走，那怎么办？本法王要做法驱赶他。那赶紧做吧，辛苦你了。但是那个做法嘛，需要点点诚意。哦。不是那个诚意，是那个诚意。哎，本法王双手从来不沾身外之物，请自动投币。羊妖就是要烤的，合理，果然是大师。跪下！这谁跪谁傻逼？这个是傻逼。这回说的就是你们两个。
把腰那位，少兄哦。所以你是粉丝群的粉丝？哪有粉丝会进我房间啊？我们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我们啊，这是你的铁粉群，里面都是你最忠实的粉丝。师生万岁！我跟他们说两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蛙，很荣幸被大家喜欢。我们追捕犯人，有时是想让坏人变好，但我们追求一个人，有时是想让自己变好。私生饭不是饭，是将私欲凌驾于公序上的一群暴徒。如果榜样不能让你们前进，那我想，至少不能让你们迷失。请大家理智。搞不懂现在一些年轻人啊，追星都追人家屋头去了。这次就不追究你们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再有下次我就报警了。走吧。服了，怎么这么？已经蹲守3天3夜没睡觉了，你不累不困的吗？你没和东鹏特饮吗？哇，真的好精神啊！这次一定要逮到他。这40年我都没有闭过眼，他一定还在里面。快看，他出来了！累了困了，喝东鹏特饮。这次拍摄的体验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如果下次能我有私生饭就更好。好危险的发言。哦，是吗？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戏，你现在的心情是？挺感慨的。看几点？2点13分。就找了一次。我们尽量在3点钟之前杀青，你觉得可不可行？哎，那这样我不用偷笑哎。恭喜小老师今天杀青！哇！杀青，明天还有传媒部。不好意思，把门给关上。